拍下呢是这份难得的一个画面哦。好，请我们先热情的掌声哦，给这10支入围的片子导演。好，也谢谢我们的处长，谢谢处长，也谢谢处长颁发我们这个入围证书啊。那么接下来还有10部的片子啊。少年遇上老吴的陈思翰导演，好，我们的陈导，邀请陈导上台啊。还有我们的雕刻时光陈韵如导演，好，雕刻时光陈韵如导演，以及老金萌萌的台南日常蒋培玉导演，还有安平港在为龙庆业乌逢庆陈世胜导演，好，请陈导上台。叫我们大鼓大陈秋祥导演，哇，好，第三张是魏导演，哇，感谢。以及我们时光的记忆欧纯祥导演，后台风林嘉义导演，还有我们美的痕迹1950到1980美国人在台南的足迹，邀请到我们的监制谢明琴、谢监事上台。以及我们府城装潢艺术南京画色林嘉颖导演，邀请到我们的分享人呢，有请我们的陈启春理事长，请陈老师呢，我们来颁发我们的入围证书。老师呢，在今年为我们的奖杯来做真的非常棒的一个设计哦。好，那么请我们的陈老师。